紅蘿蔔第二章第三天，小石頭也被拾光了。豬媽媽非常高興，又看看木牌，原來紙上寫的是本空地的石頭含有金礦，請不要帶走，謝謝合作。豬媽媽看了很高興，拿起鋤頭準備要翻泥土。豬小弟說：媽媽，這樣翻太麻煩了。豬媽媽說：難道你有什麼好方法嗎？豬小弟笑着點點頭。他又在木牌上面貼了一張紙。這天晚上，空地上來了更多的神秘客人。第四天，地上的泥土全部被翻了一次。原來紙上寫的是本空地埋了7顆大鑽石，請不要掘走，謝謝合作。田地終於整理好了，豬媽媽和豬小弟一起撒了很多蘿蔔的種子。沒多久，種子就長出綠葉來了，蘿蔔慢慢長大了。豬媽媽請鄰居的好朋友們一起來拔蘿蔔，有的拉，有的拔，白白胖胖的蘿蔔一個一個被拔出來了，大家都很開心。豬媽媽和鄰居們把一部分的蘿蔔曬成蘿蔔乾，一部分的蘿蔔切成蘿蔔絲，另一部分的蘿蔔放到鍋裏煮。他們要把蘿蔔煮爛，再倒進粘米粉，將裏攪拌，做成蘿蔔糕，請大家吃。